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看这个做爸母的心有偌痛才好。台中有一对翁仔某，甲7个月大的后生交予有合家执照的年母来照顾，想袂到这12天，后生竟然是规身躯瘫痪。医师鉴定的结果，这个囡仔是去互大力来要害，造成头壳来出血。虽然紧急开刀救回一条命，但是有严重的后遗症，半身瘫痪。2蕊目睭，一蕊无快，一蕊是车目脱汤。台中地方法院判这个年母6年的有期徒刑，会当过来上诉。即摆囡仔2岁了，食物件参要吞拢有困难。爸爸是真伤悲哦，讲后生一生总乌有气的。当爸爸为红影车顶甲后生抱起来，伊的后生经2岁外，煞无法度行路，一蕊无看，一蕊佫脱汤，嘛袂晓讲话。这个小孩子脑出血，都是新的血块，然后社工也跟我们讲说，他这个可能是儿虐，我们才想说保姆可能会有问题。但爸爸摕后生7个月大翕的影片，活泼佫鼓吹，会当扶伫咧桌徛，嘛真爱算7套物啊。想到带去互一个有合家证照的老小姐带，才送去12天，后生就规身躯半碎，唔知人。保姆都没跟我们讲啊。他到现在也不承认他对小孩子有做过什么事情，他觉得他自己有尽心尽力照顾小孩子。但爸爸真自责，当初后生出事的时阵，佫甲头颅死掉来照顾后生。后生7个月大，但爸爸就甲后生带去互人顾，想袂到会发生意外。他的诊断是受虐性的头部创伤，那受虐性的头部创伤通常来自于剧烈的摇晃、抛摔或者是撞击在坚硬的平面，造成的撞击钝伤等等所造成的结果。检警介入调查，姓刘的林母除了照顾红婴仔，佮照顾另外一个2岁囡仔兄。对于居家托育人员已经废止他的居家托育人员的一个资格登记。那另外也依照儿少权法，我们处以6万元，并公布他的姓名。案件已经到台中地方法院审理，根据病鉴定报告，法院认为查某婴是捡大陆海，才会半碎，一蕊目睭无看，一蕊目睭脱汤。不过姓刘的林母无申请犯案，嘛也未和家属达成和解，所以以调工对囡仔犯伤害当伤罪，该判6年徒刑，专案嘛当继续上诉。